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6月12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昨暗11点，大家镇南宫妈祖婆起驾，颜清标董事长嘛对妈祖婆的新尊行一截真长。一个按1年来劳工因为爱换骨髓，但经过民间团体甲两国政府部门的拍拼，已经入境台湾来要治疗。因为美国的股票大跌，早起台湾股市开盘就落129点，买手收盘是11429点。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早起9点外，台中市和平区中环的便道22.5公里遮，这节路段发生严重的山崩，双向的道路拢断，现场到当还有石头对山顶落下来。镜头中间咱看到真侪土石对山顶连落来，有影是真惊人。这是台中市和平区中环的便道22.5公里这节的路段，早起9点外大规模山崩，加在无人车经过，无人伤亡。现场石头还佫继续伫咧落。公路总局当嘛调派机库去现场清理土石，按算明下晡5点会排除。和平警察分局佫呼吁民众，近来因为加减有地动发生，山区的道路石头会落，树会倒，驶车入去山区就要小心慢行。咱过来讲，昨暗子时11点，镇南宫大甲妈9公8暝绕境起驾，才拄手术换肝的颜清标董事长嘛有对妈祖婆的新尊行一截真长。伊嘛搁再提醒讲，即便无开放人软桥骹，信众嘛得先路名报道登记过，才会当对新桥行。因为即款缘故，今年头尾才5分钟，乱桥就行出去到庙门口了。透早5点，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就伫咧服务处听候妈祖的len桥，前一阵仔才打做换肝的手术，看起来是有较消散淡薄啊。不过，要是坚持要亲身迎接大甲妈。len桥到位了后，伫咧服务处小休一下。咱若信徒是真热情，把握时机软桥骹。颜清标讲，永年起驾了后，差不多中昼才会行到台中海线。今年比永过还佫提早3点钟。另外，为着防疫，嘛伫咧宣布起驾了后，3天内开始示警，就是希望会当控制人潮。你那才去人就出来啊，人咧，因为较急啊，所以人袂赴全家。庙方表示，考虑到天气甲疫情，才会选伫这段时间示警。不过防疫优先，信徒若是要对大甲妈示警，就要逐工报道甲徛名。若是无法度来的，只要用虔诚的心，就算看网络直播，妈祖也是感受会到。咱若即届是由颜清标的后生颜宽恒甲查某囝颜丽敏来呼叫。袂使伤行，伊讲尽量莫肝啦流吼，对空气也无好啊。大甲妈11暗时11点起驾，由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甲台中市长罗秀燕做伙呼叫，展开9公8暝稳景的行程。因为因应防疫，镇南宫早起启动入庙的管制，庙埕的信众嘛拢有挂喙罨，而且即届出庙门的过程嘛拢真顺利。庙方估计现场差不多有3万人左右，演过出庙门差不多会用1点钟的时间。11暗，敢若用5分钟，创下历史的纪录。咱若12早起，len桥去到台中的沙落，庙方这边嘛要求工作人员，逐工都爱碰3届的体温。咱若len桥4箍练长是袂当超过800个人，一切以防疫为优先。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的消息，下晡中选会就要公布韩国瑜的罢免案。照看高雄市代理市长是会派市府的杨明洲参选，不过早起表示讲还未接到顶司的探问，若是有影接任者，一定会尽全力做好。韩国瑜落任头一日时留踮高雄去甲人念香公祭。另外嘛有消息讲，行政院陈其迈副院长连米都会宣布辞职，参加市长的补选了。高雄市府参事杨明洲赶到市府，早起原本是请假，不过听到媒体伫伊办公室等处理了代志了后，随赶来上班。早上是因为家里有事，所以因为没办法准时上班，所以我必须要先休假。接到院长电话吗？没有。是昨天早上才第一次院长有征询您的意见吗？还是在这之前就已经有都没有。韩国瑜罢免之后，中选会12号下晡才会公告，传出杨明洲是行政院甲伊的人选，不过杨明洲为头到尾拢无承认，讲到未来若是接任的话，对市政有规划。第一个，当然现在是夏天，防汛是第一要务。
再来也是防台。那么最近也有一个台风，可能会比较接近，可能会比较接近。那再来就是防疫。尤明洲1984年去甲高雄市政府服务，伫咧陈局做市长的时阵是副市长。韩国瑜上任以后，想要借重伊的工程专业，互伊做秘书长，怪改做参事。伫市府经过9任的市长，有36年的资历，对市政真了解。另外，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无做市长的第一天，留伫咧地方走公祭行程。想好下一步怎么走？好，正在走啊。高雄市长补选特别展开，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这段时间常常和地方的议员有接触，要了解市政。参选议员真明显，有消息传出17号就会辞职，表示要参选。另外，国民党是要派谁来选举，目前阁无消息。记者陈以言、柯正俊、陈显坤高雄报道。总之，市长补选这局，国民党已经表明讲一定会挺人出来选。目前的目标是掠40岁之前的少年辈。照看，几两个市议员，还佫有前立委黄兆顺的查某囝陈正辉医师，甲拄对韩国瑜落任的财政局长李良坚，这条件拢有合。黄孝庭市议员他嘛开声讲，在地人才拢无断过，望党中央就要考虑详细，唔通干那要处方便。高雄市长韩国瑜去互罢免，补选之前，国民党强调一定会参加。不过要找谁来甲立赢强棒陈其迈对战，目前也无定案。但是锁定伫大约40岁在地青年，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孝庭向党中央发话，在地人才无断战，希望党中央好好啊规划，卖插底线。那这里面担任过3届以上的也有7、8位，所以其实表示说，我们并不是说像外面讲的，好像说什么断层这一次的这个补选，把这个整个未来2年、6年甚至10年要定掉。国民党定调无找大咖来救选情，所以包括有3任议员资历的黄孝庭、5任议员资历的黄碧玲，甲前立委黄兆顺的查某囝陈正辉，佮有高雄市财政局的局长李良坚，4个人拢符合在地少年的形象，拢互点名是参选的名单。黄孝庭表示，因为时间真急，采取协调定调的可能性是真大，所以呼吁党中央爱看较远咧，毋是为着补选来插底线。照这个情形看起来，对有意思要合作的民众党，等到是亲像互泼一桶冷水。做生意本来就不一定会成所以我们提案这样大家出牌嘛，出到最后最差就是找自己的人选了，不然怎么办？跟政党的合作呢，我想国民党的前提是我们会先推自己的人选，那我们也建议这个人选呢，如果是很优秀的人选的话，那其他政党。其实也不用预设前提哦。敢会等现拿被合作，替那样出选的人选，郭本铁无甲话讲死，表示任何选项拢有可能，甚至无排除找家己的人投入选战，嘛互高雄市长的补选可能出现三卡赌的局面。记者综合报道。搁来讲，自3月时咱国就宣布海关管制，不过一个按1年来少年的外国劳工妮娜，因为得到再生不良性欠血症，开始就要赶紧换骨髓。但经过民间团体甲2国政府部门的拍拼，妮娜的老母甲小妹已经有通特别通关入境，伊5岁的小妹näm特别抽骨髓来捐予大姐了。被请问伫病院注射室内底等待抽血检验，以及23岁1年移工丽娜，今年3月份去互诊断出再生不良性贫血，必须要赶紧接受骨髓移植。不过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台湾伫3月份开始就封锁边境，为着要救丽娜，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甲相关政府单位做伙拍拼，总算伫咧6月7日，互丽娜甲妈妈和小妹3个人会当入境，而且坐防疫专车，直接带入去台北营总接受抽血检验。他一开始被仲介告知说，你可能有这个病，然后你最好回家休养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疑惑的，因为他自己没有感觉到身体上不适，特别是那时候进入那个加护病房出来之后，他觉得好像恢复了。台湾国际劳工协会表示，丽娜是伫咧2018年来台湾担任移工，去年10月份月经流血20几天，紧急自费才甲命保掉咧。医师判定若像再生不良性贫血，迄当阵劳工局甲中人是安排遣返，不过丽娜是家庭经济大条，而且知影讲要好起来上大机会是因2个小妹，所以希望讲会当继续做工课，转来向协会要求协助。为着要互3个人伫咧上短时间以内入境，台湾嘛破例开边境，伫咧检疫定数点悬，互因特别通融，互妮娜会当顺利来台湾。
比如说他6月、7月照正常管道来的话，其实利纳输的血越输越多，输越多的情况下，能够成功的机会会被排斥掉。妹妹细胞进来以后，会被排斥掉的机会输越多，排斥掉的机会越高，所以才会想说有点急，那早一点输血频率再增加，是不是快能够找到合适的人，快帮他解决他的困难？报言表示，李娜的误会小妹10组位点完全符合，会当关骨髓干细胞，单台隔离期甲自主健康管理期满，2届采检是阴性，小妹会当住院准备关干细胞。李娜是伫咧后礼拜住院了后，会当接受医师进前的检验甲各种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传染症咧传有较后，真侪企业嘛拢开始继续正常运转。当6月这中间，劳动部台南就业中心也要连续举办6场替工商业求财引人的活动，按起来当有欠人的，拍算有超过1500个职位。民众来台南的就业中心，除了办一般的业务以外，上重要的就是要找头路。虽然讲民间的企业已经开始要请人，不过透早来找头路的人其实无多。就稍微好找一点了，可是也是要看厂商要不要录取啊。像我最近这几天，去征才，去找工作都没有录取啊。到5月爽脆了，因为现在真的经济差了很多。民众直直话讲，工课实在真歹找，过去几个月确实是安尼。不过，国内武汉肺炎的疫情有较厉，国内真侪企业嘛恢复正常的运作。针对这件代志，劳动部台南就业中心嘛甲厂商合作，6月份推出6场征才活动，12是头一场，由翠安国家队之一的康纳乡带头开始。开放以后，我们从疫情之前有就是建了一些通路的，还有网络的一些口罩，我们要先把它消化掉。防疫期间呢，其实很多的厂商他们的订单有减少，所以人才的需求也比较减少。但是其实我们很多的求职者还是很需要工作机会。那在解封之后，其实再加上政府的一些振兴经济的措施，其实很多各行各业都开始复苏。根据台南就业中心统计，今年1月到6月求职的人数大约是14000人，厂商要请17000人。原说是因为疫情影响到民众找头路的意愿，刚才报招73%的人。台南就业中心就强调讲，接落来6月大约有20间厂商1500个课会开出来。记者做报道。咱过来讲，目前美国在台协会 AIT， 还有咱国各项的政府部门，正咧合作一个人才循环大联盟的计划。早起，蔡英文总统表明讲，要培养国际性的人才，一来爱增加会讲会写外国话的能力，二来就是爱加强网络科技数位的技术。AIT 的李英杰处长嘛讲，一流的人才走向世界，这也会提升台湾伫咧自由国家中间的价值。为着2030年台湾数位国际人才的发展，美国在台协会、加立法院数位国力促进会，还有经济部共同发表人才循环大联盟白皮书，希望会当深化台湾人才的国际视野，建立台美产业人才连接的机制，嘛加强台美的合作关系。我们在人才培育上要特别强化2个面向，那么第一个当然就是双语能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数位技能。用这份白皮书里面的话来说，就是要把台湾打造成为国际人才中心。台美双边人才济济，我相信台美未来充满无限可能。蔡政府第2任期继续深化甲美国的关系，这届人才循环大联盟计划 TCA。是去年 AIT 甲台湾几个机关共同成立的，希望会当促进人才的交流，甲国际来直接，还有数位科技人才等等4个目标。The TCA seeks to keep Taiwan's future firmly anchored in the democratic world. If Taiwan's top talent is deeply connected with th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then its future will likewise remain centered in the democratic world. TCA 白皮书就新创发展、女性数位经济赋权、学术教育发展，甲招国际人才来进行讨论，而且提出解决的方案，要扩大台湾的影响力，让台湾会当加做国际人才的中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外的大消息，欧洲东部的国家斯洛伐克刚发生严重的校园凶杀案，一个22岁的少年家拿刀冲入去伊过去所读的学校内底，先毒死副校长，佮甲5个老师甲学生抬着伤。警方来到地，伊佫倒牙咧，继续站，继续扑。尾手是警察开枪，才将伊铐死点现场。
真侪媒体围伫咧学校外口，落尾知影即个凶杀案造成副校长死亡，也若嫌犯嘛，互警察担死。另外，还佫有老师甲学生送病院。这是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提斯拉瓦北边，差不多180公里的庄仔头佛鲁特基。原本真单纯、真宁静的校园，雄雄一个22岁的男性撞入去杀人，而且伊还佫是这间学校较早的学生。Skladený výplň vnikol dovnútra, kde mu bol kladený odpor zo strany zástupcu riaditeľa školy. Tohto vyzerá to tak, že smrteľne zranil. Následne na to behol do najbližšej triedy, ktorú mal po pravej ruke. Tam napadol učiteľku a 2 deti. A následne po tomto čine sa pokusil utiecť z miesta činu. 这个嫌犯走离开现场的时阵，警方接到报案就已经赶到位，差不多足200公尺左右。这个嫌犯煞雄雄滑头，拿刀要攻击警察，了后随后警察开枪打死。Bohužiaľ blázni medzi nami žijú a takýmto situáciám nedokážeme zabrániť, ale 这间学校为幼稚园、小学到高中拢有。不幸来过往的是中学的副校长，目前已经知影嫌犯是为附近的庄仔头马丁市来的。警方目前正在调查伊犯案的动机。记者综合报道。来讲6月初1，美国国家参谋部门联合会议的主席马米利将军有陪伴手提圣经的川普总统出面，因人也未到，警方就先甲抗议的民众清场赶离开。昨米利将军嘛针对这件代志发表影片回释咧，讲伊身为军人绝对无要干涉政治。 为效忠的也只有美国的宪法甲人民。Always maintain a keen sense of situational awareness. As senior leaders, everything you do will be closely watched, and I am not immune. 美国国防部参谋省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伫11讲，初1伊陪总统川普行过拉法叶广场，并且到俗称总统教堂的圣约翰圣公会教堂头前，替圣经翕相是错误的。虽然伊本人并无做任翕相，但我可能会制造出军人感情的印象，所以特别向人民道歉。As many of you saw the result of the photograph of me at Lafayette Square last week, that sparked a national debate about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civil society. I should not have been there. 美国弗洛伊德之死引起全国各地拢发生种族歧视的抗争，因过其中也有一寡是抢劫加放火骚乱事件。川普讲伊无排除要动用军队治乱，话一讲出了引起正大争议。认为川普滥权有违宪法，米利将军特别选择咧国防大学的毕业典礼公布影片，也讲家己这个人效忠美国人民。We who wear the cloth of our nation come from the people of our nation. And we must hold dear the principle of an apolitical military that is so deeply rooted in the very essence of our republic. And my second piece of advice is very simple. Embrace the Constitution. 纽约时报引述5家大楼官员的话讲，其实米利伫咧初1是互人拐过去的。迄一天，伊好不容易才说服川普卖动用107年所制定的叛乱法，美暗加总统出去巡视的时阵。就是讲，这是其慰问伫咧打败个抗政府军一群的国民兵加执法人员，并知影警方会事先清场。参谋省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国法定的最高级别的军职，所以伊的认错引起媒体关注。记者综合报道。讲起来，地球村的时代，美国甲咱是息息相关。因为美国的股票大波，早起台湾股市开盘达落129点，上档有跌到将近300点，尾手收盘是11429点。富邦金控公司今日嘛开股东会，蔡明兴董事长表示讲，在伊咧看大家拢坐共遮船，美国的传染症若控制有落，欧洲、美国迄边的市场搁再兴，景气难免就会搁再压翻头了。台股开价走价，早起开盘就落尾129点，过无偌久，6个趋势继续扩大，一直要到300点，上价来到11244点。毋过资金行情无遐惨，盘的趋势有较收，盘中热点超伫200点左右。因为美国股市的一个震荡，外资的一个操作可能又会转为卖超，全值型大型的一个股票呢，会成为外资的一个提款对象。如果说大盘能够止稳在月线以
上，那么短线的一个修正可能很快就会结束，回到正常上涨的一个趋势上面。针对最近台股的波动较大，金融电子股是先受到影响，变做外资的提款机。啊，不过富邦金早起召开股东会，董事长蔡明兴真乐观的看待今年下半年的景气，认为台湾的防疫比各国更较好。6月初7大解禁了后，看得出内需型的服务业开始回温。啊，不过下半年的景气敢是会当恢复？伊讲关键嘛是伫咧美国。我想，如果美国的疫情控制下来的话，这个经济会很快的就会上来。你像中国虽然是工厂都开业了，可是你终端需求，欧美终端需求如果没上来的话，你工厂开工也没用啊，所以大家都是在一条船上了。富邦金今年前5会税后净利润要到343亿，比去年同期成长44%，每股盈余3.36块。从3月份开始，就是金融股获利3冠王。12股东会是通过分2块现金的股利。董事长蔡明兴表示，台湾的经济成长需要公共建设来带动。针对美国可能实施负利率的政策，伊讲可能敢若会走向日本甲欧洲的后路，经济可能袂较好，台湾无应该对咧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经济，这阵餐饮业开始有小可在复原，尤其5日祭到北粽、拜三星，加减拢都要用到猪肉。目前云林肉品市场的拍卖价，猪仔1公斤平均测有75块，比到3月份是起运2成外。啊，肉品市场的科长嘛讲，过来台湾的猪仔就当搁再出口去外国，肉品的价销拍算是会愈稳定才是。天气热，猪只袂落，连带嘛影响到出猪量。以云林肉品市场6月份来讲，每天猪只拍卖大约2100只，比3月份每天少250只。加上近期经济餐饮业恢复正常，和5日节要到啊，猪肉价销慢慢回升，平均每公斤大约75块。今年1到5月进口量跟去年同期比起来的话，只有去年的1/3量左右。然后现在又是因为因应的端午节的关系，所以近期有大家要把肉涨，所以近期的价格都有一直趋势上升的现象。云林肉品市场表示，今年3月份毛猪的拍卖价销，平均每公斤只有60块，基于猪农饲养的成本，但疫情受到控制，4月份猪价慢慢回稳。但虽然说来台湾将为烤猪的异区独名，青的猪肉会用重新来出口，但短期内价销阁需要来观察。像我们邻近的日本的话，他们一些本来叫的进口商已经都是固定的，所以短期间之内，如果要再接受其他国家的进口猪肉，应该是比较难接受度，所以可能会在经过1至2年的时间作为缓冲。咱目前台湾的猪量拢有调节到太好势，如果咱若要出口的话，可能伫这个采用的投诉方面，咱可能搁爱增加，安尼咱较有多出口。肉品市场另外表示，烤猪肉整后4月份会当出口猪肉，但短期内出口量袂伤济，比较较袂影响到猪价。现阶段肉粽的猪肉需求差不多拢已经供应，近期猪肉价销会维持稳定。记者为您报道。来关心国防的消息，昨暗8点10分，台东的半空中散发出金光，原因就是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伫咧试射飞弹。啊，同这个时间嘛有消息讲，屏东县这头嘛同款有飞弹发射起来。但中山科学研究院这边嘛透明发出新闻稿，说明讲台湾国防的武力、武器装备开发拢有照步来，一直咧进行当中。妹妹，你们来干什么？看飞弹。手机啊，甲翕相机拢传好，就要等这个时刻。21点10分，轰一声，一粒飞弹自台东三仙台附近发射，暗暝中看到一道强光划过天顶。你们有看过？有啊。那你们都知道什么时候会发射就对了。对啊。然后现在又看到，会感觉怎么样？很爽，很爽。当地民众讲，这不是第一遍射飞弹。根据渔业署公告的射击通报，中科院伫咧6月11、12、15加16暗时7点40到8点45，伫东南部海空桥做火炮射击，范围包括绿岛、兰屿甲恒春的海空桥。上大飞弹管道无限悬，国家最近中国院的强强专案天强3正停行的防空飞弹验证。去年甲今年4月拢捌伫咧同一个所在做专案飞弹测试，而且11伫咧台东发射飞弹的同一个时间，也传讲伫咧屏东的国防基地有射飞弹。外界推荐有可能是爱国者或者是强1、强2甲强3。为什么设计公告部说无限高，然后距离那么远？那说真的，一方面这是为了民众安全，然后第二方面当然也是为了保密。这个是天宫2还是天宫3？说真的，只要中宣不讲，其实外界没有办法知道。
但是呢，我们唯一可以庆幸说，这些呢都算是台湾的自主性。中科院这一案发生无过强调，建构台湾自主国防武力、武器装备的原则设置拢照规划执行，掩过无评论设置项目甲内容。伫最近，对岸军机军舰常常扰乱台湾，无放弃对台湾动武。中科院研发的天宫3型精挺型飞弹测试若成功，会当予台湾的防务网更加强烈，也是做到咱国积极发展无对称战略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天顶的国防看完，咱来看地下武器。警政署近来有偏将近2000万的预算，甲美国采买一只轮式战术的装甲车。一来，这只车会当有效抵挡12.7mm机关枪的枪支；二来，规台车的规格佫达到军事用轰地雷的级数。未来，这只装甲车会配给予维安特勤队，运用伫咧反恐怖攻击任务中间。歹人甲人质掠走，警用装甲车随到现场，特勤部队落车做攻坚。警政署载起机械轮式装甲车全部演练，由义安特勤队做正经的演练，展现装甲车的机动性、甲运送的能力，还佫有防枪支的功能。咱若警政署长陈家钦表示，这是台湾头一届甲美国买这台轮式装甲车，未来用伫咧义安特勤队来打击犯罪。过去是因为我们有碰到一些暴徒，只有强大的火力，那我们必须向军方借用那个装甲车。不过那个对于警察的战术是不太适用的。车内底是真快，会当载10个特勤队员，车身嘛有安几啊个枪口，互因伫咧车内底就会当做射击的任务。警政署为了要打击犯罪，执行战术攻坚的任务，以反恐的名义编列2000万的预算，发配一台予义安特勤队来使用，强化战术的运用，嘛提升特勤人员出勤的生命安全。让各县市警察局各外勤的在逮捕要犯或是面临恐攻的时候，这部装甲车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安全的装备。这台装甲车是美国反恐特勤队伫咧90外个城市内底直接使用到的专业装甲车。除了会当预防12.7mm的机枪枪支以外，装甲的规格也佫达到军用轰地雷的等级。警政署表示，未来毋但会当运用伫咧反恐的任务当中，嘛因为伊有真大的机动性，嘛有机会会当使用伫咧城市内底反犯罪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咱国来讲，香港反送中运动到今已经1冬。咱国内一寡民间团体，和目前人伫咧台湾的香港人士，嘛做伙举办千里送家书的展览，就是发表这个流亡的香港人写予厝邻的亲人思念的批信。近来香港法院嘛头一摆受理警察甲抗议的人士开枪起诉的案件了。6月7号是香港反送中运动1周年，伫咧香港真侪人去行起咧街仔路示威，若是伫咧台湾的香港人嘛真要紧香港。甲台湾支持香港的团体伫咧立法院举办千里送家书的特别展览，展出千封家书，有流亡伫咧外口的香港人无法度寄予亲人朋友的批，嘛有伫咧香港的妈妈写予流亡后生的家书。上千封来自爸爸妈妈、来自6、7岁小朋友互相通信的信件。很多朋友到了台湾之后，常常跟我说，他们觉得他们对不起香港，你们不是香港的背叛者，你们是为香港牺牲了自己的人。毋过原本预计这礼拜会出来香港人道救援方案也是卡掉咧。书界会搁一届向蔡政府提出遵守承诺的呼吁。立委林昌佐出席记者会时阵嘛表示，若民间团体协助香港人，国会立委嘛负责完善相关机制。国会里面，我们这个国会的有港连线，不管是从法律上面、预算上面，还是在协调跨部会的工作，过去做的事情我们会继续做。為咗公義會企出嚟去抗爭嘅人呢？講到激動的所在，轉來後更地，伫咧台灣香港人嘛出面發言，除了感謝台灣人的關心甲溫暖，嘛對艱難的香港情勢感覺真操煩。伫咧港版國安法強制通過了後，每一年攏會伫咧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的綠樹紀念活動，今年去警方以防疫做理由轉來暫停，是30年以來頭一擺。毋過真濟泛民主派人士當天也是來現場悼念。最近去予香港警方提出控告，香港警察暴力鎮壓是同人知，予香港民眾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毋過最近
向示威者开枪的香港警察去互起诉的案件，总算得到法庭的受理，是反送中抗争以来头一个。涉案的警员若是罪名成立，会面对无期徒刑的处罚。另外，去年参加示威活动去互抓起来关的香港人，嘛伫咧12出监，真百的民众来现场声援，大声唱“万英光归香港”，变做反送中运动以来真罕快有希望的时阵。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南北二路的消息，新德专家一片台湾知识经济基建园区的开发案，过去人讲叫做破局计划，已经引人议论要20栋了。因为这片工业区开发的范围有400多架栋，若是内政部审议有通过，新德县府就会开始征收土地，砍连尚无有4000几户。但清华大学的学者甲在庄的农民嘛紧急发动联署，望要争取就要停止开发。你看到的这片金黄色道廊，离竹北高铁站仅2分钟车程。金黄色的迪瓦影是新德县近邻乡正美的农村景色。验过化工农产要征收已经花20栋啊。2016年，台地园区开发案无通过内政部的都委会审议。现任局长杨文科伫这份积极加反对的地主沟通修正计划，开发案搁再送内政部想要过关。我目前是种了3甲地，是租来的地。那我自己是有2分多的地，这一种地方我听到这个说土地要征收，我心惊胆战。我已经将近20年不能好好的睡一觉。伫12早起有反对开发的农民，早家己出来种的农作物，上北到立法院开记者会，因质疑新德县政府若是开发。农产会变做建地，互农民无法度生存。为着要配合高铁新德站的开发，台地园区目标是要建设成衣产业。预计开发的范围包括德北、麒麟，土地面积到440公顷，其中360公顷是采做区段征收。因过正担心，最后只敢若就是一个炒地皮案尔。清大学者甲农民紧急发动联署，希望会让停止开发。20年来，台湾不断的有越来越多美丽的良田不种稻子了，改成种房子了。我们这个计划其实并不是只是在阻止这个开发计划，我们是希望提出第3种地方发展的图像，叫做城乡共好。我知道地方政府他们不想要农业，他们只想把农地全部拿来开发，然后变成一个大都市，像台北市这样子。那我想请问中央政府，你们是不是要为地方政府这样子的开发思维来背书？新德县政府回应，无愿意参加扩大征收的人会原地保留，也讲反对的外地农民也应该尊重本地地主的权益。开发案是未撤回，等待内政部的都委会排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开发，交通部已经通过高铁通去宜兰这条案，唔免经过可行性的评估的程序，会用得直接开始规划。铁道局这边嘛表示讲，目前已经咧找找未来高铁会当经过的路线，按算今年年尾就会进入去环境影响评估的手续了。开900多页专长50公里的高铁延伸宜兰方案，当地进行综合规划。铁道局表示，起点由高铁南港车头遗留空间出发，经过滨溪区、卑南区来宜兰的头城，通过大溪再来去宜兰市，计划要伫咧宜兰设一个3铁共同结构的车头。目前我们是朝向就是在宜兰站这个地方跟宜兰高架以及后续的宜花东快铁做一个3铁共构这样子的规划。那这部分我们后续会有一个3铁共构的一个计划。铁道局强调讲，目前还搁伫咧评估可用地路线还未确定，预计伫咧今年11月送出高铁延伸宜兰的基本报告，未来也是会甲北宜地铁方案来综合比较。毋过交通部讲，北宜高铁甲地铁比起来效益较悬，估计北宜高铁案年底上宽屏的几率是真大。交通部铁道局认为高铁延伸宜兰是一个相当好的替代的路线。因为平日可能人没有那么多，我有评估过效益这个部分吗？都在评估中就是因为效益大所以我们作为优先推动的一个替代路线。就是看孰强孰弱带进去的效果大，还是被吸引出来的效果比较大。商业不动产研究机构分析，重大交通建设对地方的房地产来讲是一个大话题。不过后续也是要看经济发展，敢是会当甲房价经调的。因为交通会带动人潮，同款会互人口离开，政府要有配套的措施来支持地方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
来讲，这站有真侪高中拢会当搁再举办公开毕业典礼，搁通欢迎学生的家长现场去参加观礼。早起艺人小炳的查某囝嘛对景美女中出业。小炳讲，家在传染症咧团有较后，参加典礼人数无搁管制，伊则无去错过查某囝人生中间重要的这一步。毕业班的各班代表甲科任老师做伙跳舞，大家毕业生是对咧大声欢呼。景美女中的毕业典礼是有够闹热，有很多不同在外面体验不到的经验，像是社团啊，还有一些老师会自己主办的活动之类的，就是以后都会怀念起来。希望自己英文变好一点，可以精进一下英文的部分啊，然后早日找到自己的梦想这样子。有的人在笑，有的人在哭，700个毕业生甲要700个家属做伙分享感动。若是原本毕业典礼要采取线顶直播，好加在疫情等好才恢复。原本每一个毕业生会当开放一个亲人之外，嘛放列到2个人，不离个也是爱磅体温，而且嘛爱写自主健康声明书。而且我们是实名制，事前我们就用 Google 表单知道哪个家长会来。艺人小炳嘛坐伫咧家长的位，想到家己一个人请养大汉的查囝，嘛要行入去人生新的阶段，心情是真复杂。而且佮讲，伊已经传2包卫生纸，准备要好好啊哭一个。刚刚已经哭过一轮了，抱在怀里，然后这样一路成长，然后到毕业，这样就是心中会很激动。查囝自细汉的毕业典礼，拢绝对爱参加。小炳讲，好加在疫情等好，才会当亲身来见证。若是对学校甲毕业生来讲，后学期拄到疫情，学习甲生活拢去受到影响，而且毕业典礼佮险啊办无成，嘛是一个真特别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看完，咱来看桃园。鲁冰花是台湾的文学家张条正先生小说的作品，每首嘛捌改编做电影，佮有配合主题歌。若创作出《望春风》《四季红》这个歌曲的音乐家丁武宪先生，和张条正两个拄好拢是桃园龙潭地客家人。这当阵，桃园市也特别创新，车路顶人行道咧行，细支的青阳灯会演奏《四季红》甲鲁冰花的交响乐，替过路人节时间，也通追上这2位桃园本土的艺术家。红顶洞店青顶行，伫咧桃园龙潭中正路甲五福街的路口，这个青阳灯会唱歌。中正路青顶的时阵，是唱电影主题曲《鲁冰花》。等中正路变红灯的时阵，是改放送丁武宪的经典歌曲《四季红》，用交响乐真美丽的声音，替这个城市加添文化的气氛。感觉不错，很多客人都说，好像听起来心情也比较轻松，比较好的。以前都没有做过这样啊，现在这是第一台嘛。用的路边摆嘅用的音乐哦，因为太路有嘛哦，才按多按吵。唔用太长，唱长唱细长太个无通过。交通局表示，《鲁冰花》是台湾文学之母，周调正真有名的作品。若丁武宪是台湾民谣之父，两个人拢是龙潭人，透过甲龙潭爱甲管弦乐团合作，打造全国头一个会唱歌的青阳灯，来悼念这2个伫咧龙潭在地的文学艺术家，嘛提醒路人的人，无论是赛车、骑车，也是行路的人，拢爱注意灯号的转换。本局跟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合作，在龙潭区的中正路跟五湖街的街口，去打造一个会唱歌的小绿人，缅怀这2位在龙潭正在地的一个文学艺术家。交通局会评估这个效果，后手有机会会推广去龙潭大池、运动公园、甲高原国小头前4个路口，除了放送鲁冰花甲四季红，另外也有桃花开、望春风等等的歌曲。希望互龙潭在地音乐艺术会当伫咧大家日常的生活当中。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刷到南，咱来讲婚姻观爱无碍协会，长期间拢伫咧关怀身心障碍，即个较不便的人士。嘛固定逐年拢会举办出门走读的活动。近来协会会员脚踏车是骑来到四湖遮一片中春园艺花园，因现场分口琴，甲来赏花的民众分享艺术的情怀，甲音乐的美感。看过去有红的、粉红的，也阁有白色的高天花，开了满世界。因为高天花拄好伫咧妈祖生前后开，所以也有人叫伊妈祖花。来婚姻关四湖乡中春县嘅高天花园来看花，民众大家卡米拉就一直翕，边仔也阁有人伫咧分口琴。
婚姻关爱无界协会的车队今年来到四湖乡公益演出，希望用音乐陪伴来看会人，让大家心花开。除了我们用手摇车，然后摇到这边，那其实也跟着许多的伙伴为这一次的疫情祈福，也建立出我们的一个自信。婚姻关爱无界协会看顾身躯有较欠缺的人，逐年拢会经一个所在带因出来行踏。今年来到花园表演，协会表示有的会员因为接触音乐，甲大家斗阵，久来豆豆啊偷放心肝内的资本物质的心情改善未少。他们因为身心障碍的关系，长期卧病在床，所以呢，对这个心情上呢都比较不好。因为学了这个口琴了之后呢，他已经把他的身心这个忧郁症的这个药物呢，已经可以停掉了。虽然会馆有的人身躯较无方便，不过因爱和人分享的心并无受到限制。众人就拢期待这一年一摆出去佚佗、和人交流的机会，也希望用这音乐声增加生活的色彩，也带予人更较侪快乐。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抽查市面15款豆油，结果发觉有4种牌子标示无合法规，包含讲无写明生产的过程是用激的，还是拉出来的。尤其佫一款按菲律宾进口的豆油，内底有化学成分超过标准。当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这边嘛提醒业者，就要赶紧改善，若无是通罚到300万。在享受好食面的时阵，有一寡民众可能会揾豆油来增加气味。但是，这寡豆油的内容物可能甲包装的标示无符合。按照规定，豆油的产品伫包装的所在爱标示塑形、水解也是酿造的字。若是标示是酿造，总氮的量爱达到每100毫升0.8公克以上。但是消基会抽查市面上15件商品，有4件的标示是无合格，而且佫有一款商品的3单氯丙二醇的含量是超标，2到2.5倍之间呢。利用所谓的速成的那个，就是利用酸。利用酸，然后来水解大豆，而不是利用酵素或是一般的这个发酵的方法。台湾规定，豆油甲以豆油为主的调味制品，3单氯丙二醇的含量上限是10公斤0.4毫克。澳洲、纽西兰等国的管制是更加严格，但是美国、加拿大的规范是较轻。动物科的医师说明，3单氯丙二醇对人体危害也无明朗化，但是世卫组织已经把伊列做真有可能的致癌。而且豆油钠含量是真高，对人体无好，建议是食较少的。动物实验也证明说，3氯丙二醇它剂量大的话，也会有生殖毒性，也会有神经毒性。一天可能不能超过100到150 cc。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不可能吃到这个量。标示为酿造的氮含量不足，是可以处4到400万的罚款。3件完全没有标示制成的，这个是违反22条的规定，可以处3到300万元的罚款。消基会建议业者要落实自主健康管理，无论是酿造也是调合豆油，拢应该老实标示，而且对源头做好把关。若无相关，会当罚300-400万。若是民众咧买的时阵，除了看品名以外，嘛要特别注意成分内容，避免去买到品质无好的商品。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讲豆油说豆油，日常的面配豆油这味实在真奇卡。虽然是小冰小煮，不过会健康。有豆油5味道的真杂层，加添气味实在有作用。豆油原来民间有真侪俗语话，伫咧讲这项主题。头一句，咱来讲食菜脯问豆油，吼！听到国政咧讲这句话尔，我的制作人目头就夹落来，讲安尼毋足咸的。我讲对，制作人你讲的正正确，因为食菜脯问豆油，这就是到处一举。这句俗语话就是咧讲假做的啦，哪有人咸笃笃菜脯，还佫伫咧问豆油？你毋才假熬，假做的啦！讲这句食菜脯问豆油，来。咱甲暂开，顶句或者食菜脯，后壁这3字叫做问豆油。咱若食菜脯，莫看，干来看问豆油这3字，伫咧民间生活中咧应用，这就佫无共款的解说啊。讲你问豆油，这就是讲吼，大家约束要见面，要来交杯一个感情咧。结果你12点到，12点20就讲要走啊，你毋来问豆油的呢？这句问豆油就是讲吼，问一个，拿一个，就要走啊啦。表面上看起来都不得不失，实在讲，你这款作风就是无情无义啦。毋则人甲你警惕讲，你这问豆油的，讲到问豆油的，还佫一句俗语话。过去咱解文说理嘛捌讲过，讲豆油叫你问，连猪仔都甲我捧去。
这句就是咧讲有一款人，咱导游叫伊运哦，结果即摆伊运好，肉运好，连即个导游猪啊，共款要甲咱捧去，这叫做得寸进尺。导游原来俗语话遮尔济哦，有影呢。无讲，有当时啊，咱生活中咱会晓应用，这白暗嘛，这时大，你嘛定定对喙，即个话都讲会出来。但是咱经过整理了后，一句一句甲排比来做伙，你嘛会感觉趣味，嘛会感觉讲哦，原来台湾导游的俗语话这尔啊丰富，有影是乌干仔底导游。啥叫做乌干仔底导游？煞毋知影讲导游都乌的呢？啊，乌的干仔内底底导游，迄毋是透明的干仔，是乌的干仔呢。内底底导游，简单典句，互你接下句。乌干仔底导游就是无底看啦。导游的俗语遮尔丰富，无底看，正正就是因为国情安尼讲，日常的面配导游这味是台技巧，小兵会当见大功，互咱咧食食口味加正丰富。过来，咱换来关心咱的环境，来讲新德县新丰的海岸，过去因为互人拼真侪粪扫甲有毒的废弃物，到今年3月现场才完全清理好势，从此毋免搁互人叫做上介毒的海岸线了。当为着要加强保护海边的环境，新德县府嘛针对海岸的土地流去了较严重的所在，开始建设增加防护，减少国土流失的过程。飞天宫顶看落去，过去这片叫外界号做上毒海岸的新德县新丰滨海地区，经过3年外的清理工作，总共清出差不多13000多吨的有害废弃物，总算或者洗清掉上毒的臭名。我们在海岸这边把集成灰清除之后，那我们在现场为了海岸的一个稳固，有做在边坡这边有做一个石笼，来防止一个海岸被侵蚀的一个程序的一个保护作用因为当地海岸算是痛出来的地形，常常加速海水侵蚀海岸的状况。为着要避免国土严重流失，后续干务处要进行提高海岸防护的工程，而且采用天然的工法来降低施工过程对海岸生态环境的影响。那第一个是针对抛石护岸的部分我们会施作长度大概是520公尺来做一个海岸的一个防护第二个部分是做疏浚养滩的部分我们预计会从头前期的沙洲从那边运大概是将近10万立方公尺的一个沙过来做一个回填那第三个部分是做这个凸体护岸工程的经费按算要开1.1亿，要由中央全部来补助，未来环保局摆甲海巡单位合作，针对附近的海岸加强巡查，不要乌白倒粪式的状况搁再发生。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来讲世界经济论坛研究的报告指出，公元2050年，海底粪扫废弃物可能会比较鱼啊较济。但渔业署为着要保护环境，嘛开始踮基隆、新北、澎湖和台东4县市试办渔民的刺网就是铃落名登记的制度。未来会推动去台湾全国拢实施。不过在嘉义在地渔民就讲，东西部海底放刺网的过程无相共，主管机关上好就要了解详细。准定一包一包的网拢是家机关沿海渔民伫咱蚵仔收成中间另外转嫁的工具。渔业署为着要减少网这种渔业废弃物，所以拍算伫年底修法完成了后，要推广到全台湾。其实所有的渔具本来就应该要标示你的名字只是以前我们政府没有强制规定所以呢，这种实名制，这种海洋废弃物，尤其是刺网来讲，有很大的效果的。针对网实名制的推动，家机关沿海渔民认为不符合地方的环境，因表示因的网拢需要放假暝才会当收成。实名制的推动可能会增加渔民之间的纠纷。你放有好大家真支持我，去网小过，不是有海上的纠纷，就是对遮来。烧拍了后，过来产生的问题就是看你放伫倒就浮球还挂角，所以讲实名制伫这个西部是完全袂符合的。渔民表示，一张网大约要4000块左右，其实因家己嘛做设计的使用，加上沿海放网的空间其实无济，为着生活，大家拢会家己找所在来放。实名制推动，只会互这个资源无济的所在造成更加严重的竞争。家机关政府渔业科嘛表示，会配合议会来思考，看要安怎来办理，会用符合渔民的需求，嘛达成环保的目标。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咱公共电视经筹备3档，按陈耀昌医师的小说《咖喱花》改编过来的历史戏剧，昨宣布讲，戏出的名要改叫做《斯卡洛》。
这出戏的导演周瑞元嘛表示讲，这是为着尊重部落的原住民，因为家里这个事是英国统治者看见高滨地区原住民所伫咧叫的，唔只会尊重因的意思来改戏出的名。这是地名为斯卡罗。甲红布条掀开，顶冠是写斯卡罗3个字，而且佫有8部遮花草甲武器的造型。筹备3档，由金正导演周瑞元来翕的公司历史戏剧，宣布正式甲戏剧的名拄咖喱花改换号做斯卡罗。当我们听到傀儡花，一些部分的原住民认为它有一种贬义他们之意，我们就想着要去把它更名，让大家又彼此更进一步的尊重，更进一步的了解彼此。这出戏剧《斯卡罗》是改编为陈耀昌医师原本的作品《咖喱花》，以1867年台湾发生的罗美号事件做故事背景，描写原住民、闽南客家人甲西方国家等等真侪族群造成的冲突。毋过戏剧原本的名号做《咖喱花》，毋过剧组发现“咖喱”2字是迄当阵统治者轻视高滨地区原住民所号的名。部落族人对这个字有无好的感受，所以经过陈耀昌医师同意了后，决定启动改名计划，甲族群和解共生。我等于是不用多元族群，跟多元这个文化，跟多元，特别是多元史观，就是说我这个描写的是原住民的历史，然后用原住民的史观来讲这一段历史。公司甲剧组邀请各方的建议，先收集剧名，再互观众来投票。落尾斯卡罗得到2243票是第1名，若是斯卡罗嘛代表各族群部落还有文化融合。导演周瑞元嘛表示，期待透过新的剧名，互观众重新入捌这段属于台湾的关键历史。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屏东一个施先生，因为介意茶的香味，伊会特别去共收做家具所存落来无爱滴的茶角仔，才家己亲手雕刻做木鱼。伊嘛希望这会充满茶祝福的茶雕，甲茶头的芳气，会当带动互愈侪人心理治疗的效果。放伫单位遮，各种鱼仔造型的茶雕实在真惹人目，而且大家茶雕拢有因独一无二的模样和含义。刚刚做的这个摇摆金，因为蛮多人喜欢它可爱的造型，然后金摇摆的谐音，可以让它在爱情、事业上、学业上可以金摇摆这样，所以这个接受度就比较高一点。施友定因为介意茶天然的香味，专用雕刻来发展家己的兴趣。而且这寡茶箍拢是人做家具的时裁掉无爱天的废料。不过施友定煞甲捡回来，当作是宝，佮用伊的好手艺，把茶箍变成茶雕。而且它是台湾檜木的创作，也有那个香气疗愈的效果。头起先是因为是生命有鱼的海音，所以伊才会特别拢做鱼的作品。它就是抹香鲸，然后它有一个嘴巴的弧度，就像是在微笑一样。然后我个人其实会很喜欢，就是像是，就是真的模拟真正有的这个鱼形。然后这一只是大翅鲸。有牵手的支持，施友定会使专心雕刻，佮有后生查某囝替伊伫网络社群平台经营品牌，互因的生活变甲更较精彩丰富。规家伙仔嘛，因为茶雕，互大家心会当靠做伙。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4年前，台东县开始推广农民，就爱种新品种的下雪山啊。去年的产量就达到50吨。上知影讲，今年因为霜冻旱害，产量减一半，品质也受影响。外观较歹有5成以上。但县府为着减少农民的损失，特别邀请农民用较歹的果来研究冰品和点心，食起来口味袂歹，卖了饲草原啊真好。用台东在地生产的牛奶做成绵绵的刨冰，佮加上即马生产的台东下雪山仔，顶悬佮南牛奶浆，热热人食一盘下雪山仔刨冰，是互人心凉鼻头开。那个芒果的香气，那个爆发。台东县4年前推出种新品种的下雪山仔，去年正式量产有50吨，但是今年受到旱害，6月大出的时阵，毋但产量比去年减一半，外观嘛受损。比结果就占5成，影响计销。县府为着减少农民的损失，特别辅导创业的青农，利用受损的下雪山仔做成一寡甜品、鸡卵糕、鸡仔饼等等。因为下雪山仔的口感甲香气甲其他山仔无同，所以这款的副产品是真受到欢迎。我们觉得其实它的味道比较清爽的，所以它其实在跟甜点或是跟冰品结合都是非常适合的，算是蛮不错的东西。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在北部的店家蛮多客人都指明要吃这个下雪冰棒。
官府甲农会除了利用笔记稿做成热人限定的美食，嘛真拍拼咧协助农民外销。目前已经成功销去香港200箱拢总500公斤的下雪山影，即摆阁利用各种通路咧行销，希望甲农民斗3工会当减少一寡损失。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过冬，因为对流云发展旺盛的影响，可能会产生短暂的大阵雨。中央气象局已经针对台南以北9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咱嘛来看各地头气温变化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0度到34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9度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32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29度到34度；金马、澎湖28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惊破声的蠓仔哥哥啦。咱今仔日要来大家介绍的就是我家己蠓。蠓汉字写作蠓，罗马字写作宝昂蠓。蠓本调是第2调，古早嘛有人读作蠓。蠓仔家族内底就有一寡名声歹，佫会胃病的歹亲情，亲像厝蠓仔内面会画日本脑炎的3班家文，会画天高节的白线斑纹，埃及斑纹。斑纹伫台湾民间嘛定互人叫做花卡蠓，家文嘛有人讲是厝蠓仔。阮阁有一种足够人缘的冤亲，伊住伫山顶真细只，足爱甲你对调调。若定着会足上足无爽快，伊就是乌尾，嘛有人叫伊乌须蠓仔，也是乌金光。明明就毋是蠓仔，煞号一个蠓仔的名，拍歹阮的名声。人讲饲鸟鼠，家宝地，饲蠓仔，树人会。佫会为着天高节，那真正讨厌阮遮个人缘的亲情。教你一步，阮蠓仔的细囝叫做水鼠，也是洗蛤仔虫，因一直爱活伫水窟仔里。俗语讲，洗蛤仔虫死了了，变无蠓。甲蠓仔囝活的空间清调，自然因就无法度生存。变那读做变，变无蠓。嘛有无新的创意的意思，有一寡甲蠓仔有关系的物件，嘛会直接用蠓仔号名，像太蠓仔的蠓仔水，分尸蠓仔的蠓仔香，阁有赶蠓的蠓雪啊。古早神明的形象就是野蠓雪啊。伫天顶咧行，所以野蠓雪啊行云顶，就是咧讲人毋捌事物，干那讲理论，也是生活过了伤爽势，毋知一般人的辛苦。俗语讲，互蠓仔脚踢着，意思是小可代志无啥要紧。有时咱嘛会讲，
点点较无网，来甲人讲卖想搞话。溜网、乌尾、水鼠、野网鼠仔行云顶，互网仔骹踢着，点点较无网。热天到啊，爱定定清厝内搞积水的脚桶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